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搁来动头看，小可想一个来约比赛，约咱厝内用品甲器具。头一条，国情来招你探讨一个灶骹专用的，讲一个囡仔破伞，人来出来探。国情啊，这较早解文说理，敢若捌讲过呢？对，前回咱共款要约一项，讲一个囡仔烂咻咻。伫灶骹斗骹手，啊，甚至搁较久的，搁较久进前，解文说理，咱嘛捌用三国时代典故王允献雕弦，要互咱用，共款了灶骹咧用的这项用品。我若王允献雕弦，雕弦就是拍破吕布甲当道白囝的感情，破刀布对啦。要互咱用灶骹咧用的刀布，啊，人客来。摕出来呢，刀啊、椅啊，切半好清气。安尼叫做人来出来谈，人客来切刀椅，目的就是要创啥？啊，要请人食饭哩。过来，这条甲食饭有牵连，家庭的用品。这条比赛讲做一日走3遍，暗时啊徛天光。哦，国情啊，啊若甲食饭有牵连，一日走3遍就是食3顿啊哩，无唔对。这样物件食饭一定用得到，尤其农村时代，叫伊暗时啊，就爱发徛到天光。咱知影啦，农村时代灶骹拢有一项物件叫做猪笼，专门咧放这项。猪笼就放猪的，国情啊，你就讲出来啊你。啊，就是因为放猪的，毋才叫做暗时啊徛天光。不过咱知影，现代都市咧用的碗拿猪，拢嘛放环放梯，总是农业时代有这个味菜真趣味。共款要出来器具，第3项要要啥？来，我小甲你探讨一下。第3项，这条弯啊真奇卡，讲做尖喙鸟夹汤丝，大路唔行，行路边。国情啊，尖喙鸟，尖啊一支短暗，安尼我小看有一个眉目啊呢。夹汤丝后壁一条汤丝，迄若钓鱼的兄哥大姐就知，钓鱼线就是讲做汤丝专有名词。头前迄支后壁佫夹一条线，啊，就尖到线哩。厝林补天的尖线，因咱知影，有当阵啊，裤要拗布，衫要拗布，就是爱车对即个边仔去。啊，毋知较早用裁缝车咧共补天的，有影大街小巷嘛是踩一个看板写一个车布边，所以往往啦，尖线拢是咧车布边用途较济，讲大路毋行，行路边，解说就是伫遮。